嘛无。你无开声，我甲你开。你无开声呢？我开袂开。妈妈吃，在吃咯，迄个个。家无开声。大哥。你会记得咱哩拄仔开始查经的时阵吼，咱外口拢搁光光的呢。哦，对啊，对啊。7点是外口拢光光。哎呀，即马暗蒙蒙啊。是啊。当然是暗蒙蒙啊，暗烁烁。暗尿尿。呀，这就搞这里。各种讲话拢有。是啊。哦，安尼有啊哈。有啊，嘿。哦 ，OK。Kevin。嗨，啥你叫？你顶解我听的话，迄个黄连牛黄清毒丸，迄个才有咧卖啦。才有咧卖哦。哎呀，同仁堂的，大陆同仁堂就是出名的啦。一个食完伊也是无加税啦，47块半。47。47块。对。47。伊敢免2种诶。50 cent。啊，佫有另外一种诶。就是迄个，要伊也敢卖同仁堂诶。我会记得伊那上有2种诶款嘛吼。我伊讲，倒一种诶，我刚看2种诶。哦。我是刚看到迄个牛黄迄个牛黄解毒丸。有牛黄冰丸啦。我对伊无讲够了解，所以我也无咧甲注意咧。才有咧卖啦。啊，伊讲因伫遐咧卖哦，咱2种做伙吼，差不多是爱1000块咧。美金哦。哎呦，咪紧来进口去买。啊，你买甲1种啊2种？一种啦，伊就讲牛黄我解毒丸牛黄我搁另外一种的我无看。叫牛黄清心丸。牛黄清心丸。知影来。咱头前你看到一牛黄解，清心丸。无管啦，嘛是共款。无事平安。同款。呀，你无事平安。呀。我看到啊。你迄是啥物同济堂啊？啥物同仁堂？我看嘛。阮伫迄岛村后尾。毋是啦，巴拉圭查来。巴拉圭啊？伊巴拉圭查来的啦，足久啊。巴拉圭来几10档啊，迄敢无过期啊？迄卖啦，袂歹用啦。牛黄就是有诶结石排出来的啦。牛黄叫做牛宝啦。哦。马宝就是草食动物内底结石肾结石排出来的。甲迄个金鱼的叫做龙涎香啦。咧做芳水有种叫龙涎香你若去海边做出来有一个香味的，迄拢几百万啦。龙涎香。迄做芳水的。同仁堂。同仁堂的啦。安尼算讲有信用的啦，官方的迄个。啊，你敢有买？无买啊。有啊。无啦。我有牛无买啦。我姓牛啦，我有牛的，阮老无姓马。你姓牛啊？嘿啦。哦。
对，嘛毋是放牛啊，会记无买啊。种伊个药啊两种，今日去食了个我，迄个 Chinese medicine two kinds。阮囝甲你差3、4年的款一哦。碗是一个40箍，one of the one kind 是40箍。你内底蜡封条咧，封条咧，比如袂氧化啦，来，我甲迄个 PowerPoint。坏掉。来，节目，你好。来，咱先来祈祷。谢人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通兄弟姊妹搁一摆聚集。阮今仔日要来查考第一届耶路撒冷会议了后，搁发生一寡代志伫使徒行传15章后壁面的经文，由你来帮助阮，阮会通对即个中间来得到启示甲教训。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来施恩赐福，阮所徛起即个土地，也疫情还搁真无明的中间，欧洲伫最近疫情愈来愈严重，有听讲伫夏威夷有真侪的商店、饭店拢总已经宣布来关起来，也有侪伫即个中间破病的人，咧照顾人的人，主阮拢需要你的恩典来甲阮三角地地，继续来带领阮、保守阮。毋但是靠你的保守，阮也需要尽阮家己的本分来做好自我的防护。求主你来看顾，将今仔日阴暗自执的时间，恭敬交托你的手中，主你亲自甲阮三角地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今仔日是使徒行传15章22节要看到41节就是结束啦吼。基本上就是延续前礼拜咱讲到耶路撒冷大会因咧讨论的代志以后，今仔日22节开始，分做两段吼。第一段就是即个会议的决定了后，因所做的一寡动作。然后伫上落尾，即个36节以后，是咧讲到保罗甲巴拿巴因的问题吼，因所产生的问题，当然焦点放伫迄个叫做约翰的马可吼，的身上。伫这中间，咱要来伫这来看到一寡，互咱会通提醒的代志啦吼。好，咱先倒来看啦吼。共款，我用这个地图，互咱过来了解，因为大概讲到这个宣教的路程，还是讲这个会议，咱若有看地图，咱会较知影讲所发生的代志吼。前摆牧师甲咱小可解说吼，我就无去讲介济啦吼。对遮画起来吼，即边遮拢是外邦啦，遮拢是外邦吼。伫耶稣的时代，遮拢是外邦的地带吼。遮拢是吼 ，OK， 所以当即个司提反受到困毒来死去的代志伫遮了后，基督徒受到困迫，迄阵保罗还未受呼召，伊还阁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的时阵，伫遮的犹太基督徒就四散。咱之前有咧讨论着讲是安怎福音会对西方罗马去，无对东方啦吼。咱就知影讲，伫即边遮拢是沙漠旷野的所在，基本上真困难去传啦吼。所以，这个西方是一个政治上、交通上的利便，搁伫语言顶悬的利便，搁伫因为落尾上帝呼召保罗。伊本身伫即个甲伊是罗马公民吼，所以有即个
伊有迄个感动，一直想要去罗马传福音，这有真重要的关系啦吼。所以福音路尾是对西方，佮传到咱讲咱的东方啦吼。大概咱小可知影一下吼。好，共款，今仔日要用归纳式的归纳的即个查经方式，咱用一寡无共款的角度来看，我互咱的资料内底。我大概有一寡简单的拢先列出来吼。我伫内底今仔日的 PowerPoint 内底有加一寡物件入去啦吼。伊今仔日的经文开始的时阵，咱有看到使徒、长老这个人，当然咱看到这个人的身份，伫头前咱就会当知影，伊是一个主持耶路撒冷大会，因伫遐咧讨论这个议案，咧做决定的人。一个较趣味的物件。是全教会，全教会是咧指什么货？吼，咱先切入一个观念啦吼。捌有一个泰国的牧师咧甲我讲因的教会吼，拢无要用使徒圣经做信仰个别啦吼。我讲为什么？伊讲吼，内底拢讲天主教啊，有无？大公教会啊，用英语叫做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什么货 ？Catholic 这个毋是叫做天主哦，请咱会记哦。天主是咱家号的哦，吼。天主是因为因伫圣经翻译中间讲上帝拢讲天主啦，吼。所以咱讲伊是天主教会。其实因的教会叫做大公教会，因的名对安怎来？对使徒圣经的信仰个别来。对伫即个概念讲全教会，要来请问，互大家去思考，就是讲耶路撒冷大会决定的代志是耶路撒冷教会要接手，还是要互倒位的教会接手？换哪要互外邦的教会嘛？所以伊伫遮的概念咧讲全教会，其实咧讲啥？咧讲到一个教会，伫基督的内底一间教会的概念啦。所以外邦安提阿的教会有代志，问题搭转来伫耶路撒冷来讨论，为什么？咱拢共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决定了后，所有的教会做共款的代志。安尼，我想安尼会较了解啦吼。所以才会有即种耶路撒冷大会到落尾，就是咱咧讲的大公会议吼。Catholic Church 的这个会议的产生安尼吼。伫今仔经文内底当然会去讲到巴拿巴甲保罗吼，巴拿巴甲保罗因是伫教会中间真重要吼。我伫遮咧解说来讲教会建立吼，这个毋是咱狭隘了解的天主教会啦吼，是天主教会沿用迄阵仔的概念，教会是大家的、大公的，是基督的吼，迄个意思。但是到伫教会分裂了后，咱咧讲的罗马教会分裂做东正教、西方正教了后，佮有分裂做啥物货？教会分裂毋是对17世纪、16世纪开始哦，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吼，毋是哦，进前第8世纪就发生啊。佮进前东正教就发生啊，所以教会分裂其实一直不断咧发生嘅中间啦吼。正经伫教会改革内底是对1517年，就是马丁路德开始吼。到落尾 Catholic Church 较正做罗马教会的正名啦，吼，的正名吼。所以咱大概知影一下吼。好，保罗甲巴拿巴。因就是甲问题，外邦需要割礼无，早转来伫耶路撒冷，因为是安提阿教会的议会派因转来，甲这问题吼来摕转来吼。了后咱有看见，因有要这使徒要派巴撒巴、犹大甲西拉，因是伫兄弟中间做领袖的，可能是执事会同工等等遮的吼。又派因要甲保罗甲巴拿巴做伙出去吼。过来前礼拜牧师甲咱讲着讲，
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咧讲到，有一寡人对耶路撒冷落来，咧甲即个安提阿教会讲，恁着爱行割礼，恁若无行割礼，袂当得救。遮牧师有讲到，遮个人无受权啦吼。有几个可能性，咱会当思考，就是讲，今仔日的圣经才真清楚讲着吼。但是咱若无看到后壁的时阵，咱会几个物件会当去要啦。圣经若无记迄个人的名吼，基本上就是毋是重要的，还是讲无授权的啦吼。所以讲伊敢若安尼轻轻的带过讲有几若人安尼吼，所以咱大概知影吼。啊，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因的决定的写批即个中间吼，即个中间也有提到吼，也有提到伫15章的24节吼，咱会去去讲到即个所在啦吼。好，遮个批是要互即个证人吼，要互证人，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吼。所以安提阿遮特别是咱咧讲外邦的信徒，是安怎指外邦的信徒？毋是讲犹太基督徒，因为今仔日要讨论的，也是讲因咧决议的代志是啥物诶？外邦基督徒爱行割礼无？啊，啥物人听了会足欢喜？讲毋免行割礼，当然是外邦的基督徒啊吼。所以咱用安尼来会通理解吼。好，到落尾就是马可称做即个保罗甲巴拿巴中间的纷争的一个真重要点吼。这大概人物伫即个所在啦吼。什么代志吼？拄则咱已经有讲着，有几若人对咱遮出去，阮并无吩咐伊。伫15章的24节写着吼，15章24节写着吼，所以真清楚咧讲着，遮个人无授权，无受到决议吼，无受到委托，因着家己去讲家己的话啦吼。其实这是伫教会内底常常会发生的代志吼。再来顺服圣神啦吼，咱倒转去伫迄个上礼拜的经文，伫15章的第10节的所在，咱会通看到彼得所咧讲的话啦吼。伊讲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将咱祖宗甲咱所做袂到的重担放伫外邦的基督徒身上，这是彼得讲的话吼。所以伊讲，咱爱顺服圣神吼。就是讲，除了讲会当免行割礼以外，有3项因爱禁戒的代志吼。然后咱就看见讲，代志就是因为因伫即个耶路撒冷讨论即项代志了后，上落尾彼得起来讲话，甲雅各起来做决定了后，因写一张批。所以这使徒的批，好若亲像咱即马咧讲的，即个会议的议决批啦吼，互公告互大家知影吼，大概是安尼的概念。所以遮的安提阿教会外邦基督徒，因看了就感觉真受安慰吼。伫即个内底，咱有去看到一项代志，记载真清楚。但是理由真无清楚，就是马可为什么离开保罗啦？吼，这个咱等下会去讨论吼。牧师就一寡其他的资料，互咱来思考。无共款的圣经的注解，伊有无共款的看法吼。咱会当做参考啦吼。圣经无写，咱做参考就好啦吼。OK。再来就是看保罗甲西拉去到伫别个所在开始因第2届的行程的中间，因来伫遮来坚固正教会的代志啦吼。当然甲前礼拜咱讲的共款，这个时间就是保罗甲巴拿巴第1届宣教转来，第2摆还未开始，即中间因所拄着的问题，下转来伫耶路撒冷因使徒甲遮长老来讨论吼。咱伫地点顶悬，咱看到耶路撒冷啦吼。耶路撒冷就是伫咱咧讲的伫对遮吼，对上下骹遮吼，地理上是下骹啦吼。然后
咱有去看到安提阿，因为是安提阿的教会有拄着问题，然后甲问题摕转来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使徒开会了后，做决议了后，佮甲批决议的批寄转去互安提阿，互因知影吼。伫遮圣经也有讲到叙利亚，叙利亚伫倒位？叙利亚咱知影就是安提阿的一个省。咱看这个安提阿伫顶悬吼，过来叙利亚是一个省，吼。咱看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然后是一个叙利亚这个省伫遮吼。叙利亚是整个这个省啦吼，这个字伫遮吼。过来咱看基利家，基利家伫倒位？咱来看吼，就是讲伫即几个城市，阁是伫地中海的东边。咱讲犹太地即边遮，伫犹太甲叙利亚遮，伫即边遮，则着进入伫土耳其的境界内底啊，吼，这有无共款的所在？伫即个所在吼。好，伫遮。大数就是保罗伊出世的所在遮，这个省，这个省 ，OK， 过来庞菲利亚，搁较西边，搁较西边，伫这个所在，咱毋知有看到啊？伫遮，庞菲利亚，OK， 所以你会看讲伊佫开始，就佫对遮，对这个所在开始，甲福音传过来，安尼吼。然后连咪会讲到这个所在，这个就是塞浦路斯，咱咧讲的居比路啦，居比路，OK， 好，伫即个大会了后，使徒甲长老伊有搁派保罗甲巴拿巴出去坚固信徒，但是伊讲因两个人诶，为着主耶稣基督诶名无顾性命，意思讲。足拍拼伫外邦咧传福音，有真侪摆。咱知影，咱看着第一届保罗几若摆就拢去用要甲钉死人个其实已经死啊等等遮诶代志安尼但是咱注意甲看，伫即个圣经内底，咱有看到讲是保罗邀请巴拿巴继续伊第二摆诶宣教行程，但是尾啊，因两个分开，迄个原保罗拒绝。马可的原因啦为什么拒绝马可？是因为因第一摆行程我倒转来伫拄则地图嘿，因第一摆行程的中间第一站来到伫遮撒米拉，伫遮叫做约翰的马可，伊就离开转去，第一站伊就转去什么原因？圣经无甲咱讲啦圣经无甲咱讲，所以保罗。就感觉讲马可袂通信靠去啦有迄个感觉啦什么原因咱毋知影来，我找着几个可能性写伫遮互咱看。第一就是讲，当保罗受洗甲巴拿巴出去了后，甲即个马可嘛做伙即个到第一站。伊就离开第一站就离开，圣经无甲咱讲原因啦因为使徒行传16章13节遮甲咱讲咱毋知影伊什么原因啦但是有足侪无共款的讲法啦早期的教父就是咱咧讲的迄个初代教会一寡神学家，因讲伊伤过上次啦也。即个 Anchor Bible 是一个注解册伊讲伊惊艰苦啦无法度食苦啦因为加拿大地区有足侪即个病啦等等遮的当然佫接下来佫有人讲，即个甲顶悬的有小可共啦即个启导本甲即个讲法有小可共款啦嘛有人讲伊对。保罗不满啦保罗不满巴拿巴甲即个马可是有真正关系啦咱知影
保罗拄开始传福音的时阵，啥物人第一个接到伊？巴拿巴，咱会记即个巴拿巴。所以咱咧讲诶，伫迄个处事顶悬，好哪敢若亲像巴拿巴应该爱带保罗，但是尾啊，好哪亲像保罗咧带队。咱拢讲保罗诶宣教旅行，咱无咧讲巴拿巴诶宣教旅行。啊，是毋是因为安尼？我感觉即个解说有小可小看马可诶心胸啦好，第五项有人安尼讲，因为神学诶观念无共款啦因为即个保罗甲巴拿巴真容易接纳外邦人，马可伊本身是犹太基督徒，伊是耶稣诶门徒，是毋是因为安尼伊甲倒转去耶路撒冷，甲遮个保守诶犹太基督徒就斗做阵，毋是，咱拢毋知影啦但是就是讲，提供即几个原因，互咱去参考啦这毋是圣经写，牧师佫强调圣经无甲咱讲为甚物马可离开但是有一寡原因，互保罗无法度佫接受伊这是较大诶问题啦较大诶问题。好，OK， 好，来事件就是讲，伫耶路撒冷大会了后，使徒做决定，然后使徒甲长老就找人送批，叫安提阿的教会讲着因的结论，意思就是讲外邦的基督徒会当毋免接受割礼，咱讲这是已经民族的文化，毋是信仰有关，甲救恩无关的意思啦所以因就讲因着爱禁止几项物件禁止偶像诶禁止奸淫，禁止即个电视诶即个精生甲火等等遮诶当初是个决定啦过来就讲着15章第1节，遮诶人无受着授权，结果家己走去伊讲伫遮去甲恁扰乱啦去来扰乱，因并无吩咐因去啦证人接着批得着安慰咱会当看伊就是讲彼得伫保罗因带来即个问题了后，伫遐就咧讲着伊诶经验，伊得着即个伫梦中见着上帝诶启示甲呼召伊感觉讲即个是迄个割礼物件是一种担袂起诶担，甲救恩无关无需要将即个担放伫即外邦诶基督徒诶身上这是彼得所讲诶然后差派保罗甲巴拿巴倒转去伫安提阿来报遮诶决议甲消息，去坚固遮诶人诶信仰啦第二摆诶宣教旅程，咱若对第36节来看诶时阵，咱会当看到讲，保罗甲即个巴拿巴讲，咱会通倒转去进前宣教诶所在，逐城去看因诶情形是安怎咱注意甲看这是保罗家己诶想法咯。咱会当倒转去，但是开始伫第2摆诶宣教旅程了后，咱会当看伊讲保罗有几摆讲着一句话，讲圣神不准，意思是讲圣神有伊诶意思，要爱伊去别个所在所以第2摆甲第3摆行程就拢无共款啦所以咱会通即佫接续后礼拜了开始佫来看保罗甲巴拿巴因为马可的关系意见袂合，所以因此分开来宣教咱要甲伊讲，这是分裂也好啦也是讲要伫迄个同工的中间有一寡物件，咱要去思考，就是讲，如果有一寡人的意见袂合的时阵，是毋是佫需要勉强做伙同工？我想这会当互咱来思考的问题啦也是讲分开去无共款的所在，共款做传主搁活福音的工会较好势。我想对保罗甲巴拿巴因的决定，咱会当做一寡思考但是咱会记伫
伫迄个时代，因无讲我要来分立教会，我要来去做我家己的巴拿巴教派、保罗教派，无，我想是无安尼啦吼。就是讲，这互咱来思考的代志吼。反省的物件就是讲，伫伦理也是道德顶悬的界线，咱讲迄 boundary 吼。要受到授权的人，家己走去安提阿讲教死人啊吼。啊，有一句俗句话讲，无伫迄个位毋通谋迄个正啦吼，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啊，其政拢有人讲啦吼。讲这是彼得的话讲哦，咱家己无法度的代志，毋通硬要去放伫人的身上吼。这是15章第7节甲11节吼。啊，这嘛，互咱来一寡思考啦吼。马可的问题37节到39节吼，啊，咱会当伫遐看着讲，因安怎处理同工中间的意见无共款，透过会议吼。另外呢，若无法度讲会通吼，规起莫做伙吼，然后分开来服侍，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吼。我想咱会当来讨论啦吼。好，啊，这是今仔日要甲咱大家分享的物件呢吼。好，咱会当来开声音来讨论，来甲迄个